正道题目是甲上帝亲密。阮请陈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新的一年佮开始啊！吼，咱感谢主，互咱伫旧的一年，咱拢平安过去。就是有遐尼平安，咱今仔日才有通好拢坐伫遮咧敬拜上帝。伫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恁有想着恁伫今年要完成啥物无？恁伫今年有想要做啥物无？若是伫今年内底，恁想要完成一项恁毋捌做过的代志，但是这项代志，互恁的心中无平安，请恁毋好做。若是伫今年，恁想要完成一件代志，但是迄件代志，互恁的心中充满平安，请恁去做。但愿上帝祝福恁。咱兄弟，今仔日的题目是甲上帝亲密。这个题目是伫咱的生活内底一直咧发生的，毋是咱今仔日才甲伊亲密。2020，咱就已经有甲伊亲密。以前咱嘛是甲上帝爱亲密。过来新的年，咱必须爱阁建立这个关系，阁较亲。互咱的生命伫上帝手中得到完全。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第2020，阮对伫阮的兄弟姊妹内底享受主你的恩典。阮看到真侪兄弟姊妹伫主的厅内面，将主所赏赐互因的恩赐来荣耀献互上帝。我嘛有看见伫疫情的中间，兄弟姊妹认真顺服伫主你的面头前。我就看见真侪美好的见证，甲世界的进步。主啊，阮的心中充满感恩甲喜乐。伫今年的开始，阮要阁一遍立志，恳求主你教示阮，互阮会晓甲你阁较亲密，互阮会晓活伫主你的厅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弟兄姊妹，甲上帝亲密是咱应该的行为，但是咱常常会忘记去。圣经提醒咱，咱人的身躯有血气。什么叫做血气？就是咱的七情六欲。这血气会带予咱真侪好的享受，但换一句话来讲，嘛会互咱付出足侪负面的代价。譬如讲，你的心中伫你成长的过程，你吸收的是无好的代志，你会怨妒人，你细汉的遭遇无好，你的父母用真侪迄个苦毒的心放伫你的内面。你想要赢人，但你确实无法度赢人；你想要比人较好，但是你确实无法度比人较好。所以你将你家己的生命一直扭曲。所以伫你的七情六欲内底，你有你家己真强的意识，迄个真强的意识，互你安那甲上帝分开。
你讲牧师，你开知？你们兄弟姊妹，我就是安尼经验的。在阮这个世代内底，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世代。在阮这个世代内面，真侪工课是查某囡仔爱去面对、爱去做的。我相信咱这中间甲我岁数同款的人，拢有这种的经验。但是这真好，这互咱真做咱熬做代志，有责任熬处理代志。但是换一方面来讲，咱承受较侪压力，承受较侪负面的物件。你们兄弟姊妹，有一日，我忽然间清醒起来。我讲，应该毋是讲我清醒起来，是我去互阮的查某囝骂，用妈妈，你常常将较早遐无好的代志，搁提起来讲，安尼对你无帮助。我确实有影。我虽然追求我要甲上帝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但是我常常互遐我过去遐影响我的物件拔掉咧。我感谢上帝拔掉我的物件，我无传互我的囡仔，因为我的囡仔指责我迄种血气是毋对的，所以我做一个祈祷。我讲，哎呀，上帝，我常常忽略我边仔遐小确幸，我应该幸福的代志，但是我常常袂记起，因为我无活伫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内底，我活伫我家己自我的内底，所以我互我的血气拖咧行，我迄项也袂爽快，即项也看了足惨目的。所以伫旧年，我一直认真做这个祈祷。上帝啊，你互我去发现我身躯边遐水的物件，遐互我快乐的物件。伫这个时阵，我就去想着，我细汉若是真寒的时阵，搁出日头，我毋知安那会足欢喜。我捌甲我的爸爸讲，我讲爸爸，为什么？冬天越冷，阳光越大，我就越快乐。你敢知我的爸爸安怎甲我讲？我的爸爸讲，这是上帝予你的恩赐啊！你看到冬天的阳光，你会快乐，这是你上界大的恩赐。这句话一直伫我的生命内底咧出现。这几日敢是真寒。我看这阳光，我实在足欢喜的。迄日去超级市场买菜，哇！一寡阮这辈的人，拢甲放伫肚仔内，迄个大鱼啦，就是大蠓啦，那叫啥大鱼啦台湾话讲大鱼、大蠓啦拢清出来。为伊的边仔过就甲因偷片一下，樟脑丸的味道，我感觉足幸福的呢。迄味足久无闻到啊，我就搁遐偷闻一下，足香的。我查某囝说：“妈妈足寒，你莫出去。台湾已经死几个人啊！”但是我足想要出去闻迄个味，我出去确实有闻到足香的哦。我转来哪行，我哪微微啊笑，忽然间上帝啊，我感谢你！原来我对迄个我祈祷的迄款，我讲我要对小小幸福都充满着敏感的心，你果然有赏赐予我，互我闻到迄个味了后，我就感觉足幸福、足快乐。你们兄弟姊妹。上帝实在足奇妙，上帝予咱伫四周围有足济，咱会当去满足、去幸福的代志。
今日我要阁邀请伫新的一年，咱阁一遍来建立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检查恁已经甲上帝建立真亲密的关系。我知影伫咱的中间有几位兄姐，恁甲上帝建立真好的关系。但是咱阁一遍来做这个功课。伫约伯记内底22章21节讲，当你着甲上帝亲密，你就会当得到平安的平安，安尼福气嘛要临到你，福气嘛要临到你。这是约伯的朋友对伊讲的。两兄弟姊妹，我真爱天主教的圣经写的这段。天主教的圣经对这段伊写讲，请你甲上帝亲密和好，你的福气就要安那恢复。天主教的圣经伊的翻译我真爱。咱什么时阵离开上帝，咱的福气就减少；咱什么时阵甲上帝很亲密的在一起，咱的福气就安尼就恢复。做牧师的上界重要的就是一直爱甲教会的兄弟姊妹甲上帝安那牵做伙。特别圣经班的学生，因伫主日学了第5年进入圣经班的时，我就一直甲因强调，伫你的生命内底，你必须爱甲上帝加做伙，因为你无法度家己发光，上帝是光，只有你甲上帝加做伙，你的生命才会当发光。我想，伫去年2020的圣诞节，恁拢做伙唱一条新的歌，咱甲这条新的歌献予咱的上帝。伫这条新的歌的内底，两位兄姐有真认真的圣经班的学生去挑战，因爱背足济台词，搁爱唱歌，嘛有只出现无甲2分钟的囡仔，因爱参加排演，就是小羊甲牧羊人。但是要感谢恁这父母，将恁的细囝带伫边仔，安静伫等。嘛有为北部、南部坐真久的车，转来参加咱的教会，因遮的大哥哥、大姐姐。检查恁讲，因转来扮演什么角色？一个扮演路人吼，坐喺迄个高铁会客室内底，一个扮演伫高铁面顶坐椅仔咧困的。但是恁敢知，因两个准备所有的歌的和音，因是转来唱和音的。伫这个剧内底，有真侪恁看袂到、看袂到，每一个人必须爱真认真去备办的。有阮袂晓做的道具，但是咱有会友亲自帮忙，将迄遐尼歹做的道具做好。恁兄弟姊妹，咱拢有看到迄出戏的演出，咱拢真感谢上帝，互咱的细囝挑战成功。伫这过程内底，今年的跨年祷告会，因有几位青年来参加。跨年祷告会可能是这几年内底人上少的，为什么？因为真寒，确实真寒吼。来参加的人
阮阵立志讲，虽然真寒，人真少，但是阮今年的分享甲见证，要上界温暖的。大家认真伫遐分享。其实今年跨年祷告会，牧师的准备无了。阮所有当用的差不多1点钟尔，遐资料。但是咱的跨年祷告会是3点钟，所以邀请兄弟姊妹讲，咱大家来见证，甲咱的时间补满。真感谢上帝对因的见证内底，我感觉德堂教会有新的愿望。我嘛感觉阮会当退休啊，因为这个囡仔真正袂歹。这内底有细囝因分享，因讲因摕到剧本的时阵，因足烦恼的，也爱唱，也爱讲，迄拢毋是因捌做过的代志。有一个囡仔，伊为摕到剧本的时阵，伊开始每一日祈祷，认真背，求上帝帮助因。个另外一个青年见证，伊挖靠上帝了后，伊感觉家己安那长大了，进步了。这就是咱教会一个活动内底迄个看袂到的信仰的财产。咱咧传承的，就是讲，要有青年伫服侍内底去抓到伊家己甲上帝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要带互因进步，带互因成长。伫即内底，因无计较因扮演啥物，因若是计较讲我还无做主角，因就得袂到遐个祝福。不管因的角色重要无重要，因认真拍拼，然后因看到，哎呀，原来人的性命若是接伫上帝手中，是遐尼好。那位兄弟姊妹，迄个阴暗，因即种的见证，烧落每一个人的心。阮感觉迄暗真寒，但是非常的温暖。那位兄弟姊妹，2021年，咱爱建立甲上帝更较亲密的关系。请恁爱会记得这圣经在讲，恁甲上帝亲密好好，恁的福气就要安那得到恢复。恁的福气就要得到恢复。那位兄弟姊妹，牧师一个习惯，我真无爱甲恁讲。啊！恁来信上帝，恁会让领受足好的。上帝要将什么真好的物件予恁？上信仰的建立，毋是甲一般民间宗教拜拜迄款有求必应。基督教的信仰真特别，咱拢承认人伫世间。必须爱去经过各种的境遇，咱无消灾避祸，但是咱有啥物？咱有上帝甲咱经过，这是咱基督教信仰一直强调的。毋是上帝无消灾避祸的能力，是上帝要你看见伫各种的境遇。伊奇妙、奥妙、极其宝贵的作为，要甲咱包围着，互咱去领受。恁若是过去的生活，恁无安尼经验，咱伫新的一年，咱来建立，互咱甲上帝亲密。当你甲上帝愈亲密的时阵，你的七情六欲，你的自我
就慢慢啊减少，慢慢啊减少。你所看到的会无共款，你所体会生活嘛会无共款。我常常咧想，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上帝若无看到我要安那？我是一个牧师，我的上帝若是无看到德堂教会要安那？所以我承认，我必须要完全来倚靠我的上帝。弟兄姊妹，咱来看上帝要看什么款的人，上帝会注意到什么款的人。上帝目睭看到的人是敬畏伊的人，上帝要看安那仰望伊慈爱的人。你兄弟姊妹，伫万人当中呢，上帝伊保证，我连恁的头毛我拢算过啊。但是上帝伫遐尼侪人的中间，伊会甲什么人抱起来？我常常看到咱教会这阵将来的盼望吼，这阵上细汉2、3岁囡仔，有的囡仔足古锥的，伊只下礼拜了，伊就走，就揽咧，牧师。有的囡仔看了我就，我不要看你。啊！你假使真正不要看你吼，我就讲好啊，我也不想看你，要啦。原来伊用另外一个态度咧表现，他要我看他。这囡仔走来时阵，我就咧想，上帝讲咱爱亲像细囝安尼甲伊的面头前，所以咱礼拜日来教会，是毋是安怎？嘛是爱像这个囡仔迄款遐尼快乐的心吼。礼拜日我上爱看什么人？上爱看中山之，伊礼拜教会拢用跳的，啊笑眯眯吼，啊较大汉啊吼，啊看到我嘛走来揽，啊其实会动啊呢，揽咧伊骹佫是啊跳起安尼吼，我拢算缀栽落安尼，足快乐的。我相信上帝伫一群人的中间，伊一定大声看到这款行为的人，也毋是。所以，咱爱真做这种的人，来到上帝面头前，咱来敬畏上帝，咱来仰望上帝，我来抱咱，咱来抱着这种的心，来领受上帝伫咱生命内底稳定。那兄弟姊妹，我头拄仔甲咱分享讲，阮真唔爱讲，你来教会。你会当得到什么？得到什么？但是我要甲咱讲，咱来用这款的态度甲上帝亲密，咱一定会当得到平安甲福气。真趣味，因为咱基督徒上后讲的就是平安，但是你知这平安到底咧讲什么无？啊，我知啦，就是拢无发生歹的代志。这个平安就是互我，今天很快乐，一切就这样经过。但是咱知，上帝咧讲的平安是十全十美。伊咧讲的平安是，你甲家己会当和好，你甲人会当和好。你甲上帝会当和好，真趣味吼！可能恁这细汉的囡仔，恁也想无，为什么讲人甲家己会当和好？当恁大汉，你就知，人上较困难的是甲家己和好。你明明都足想要做好的，为什么你会走出遐尼歹听的话出来？你明明就足爱伊咧，为什么你会用足恶毒的话去伤害伊？你明明就足疼你的囝，但是你为什么
会甲你的囝讲出遐尼歹听的话。人要甲你和好，是足困难的代志。总是上帝伫这圣经中甲咱讲：你若甲我亲密，我要互你得到平安。这平安是互你家己、互你甲别人、互你甲上帝好好。然后咧，伊要将福气互你。福气毋是嘴讲的，除了这个福气，伫希伯来文内底是礼物。这个礼物是物质的，是你摸会到的，是你用会到的，是你食会到的，你看会到的。换一句话来讲，甲上帝亲密的关系建立了后，你的精神的生活就是平安，会足好势的。你的物质的生活会安那领受足大的祝福的。这是上帝互咱基督徒上界大的恩典，上界大的恩典。伫跨年祷告会迄暗，有一个囡仔，我习惯讲的囡仔其实是青年啦吼，即咱头前这些青年，有一个青年做见证，伊参加球队，逐礼拜日伊拢请假，请假要创啥？倒来教会做礼拜，但是伊唔敢写回来做礼拜，所以伊拢甲写家里有事。若是咱想这囡仔足甘心啊啦吼，礼拜日拢会当好好啊，倒来做礼拜啊。但是这囡仔伊无安尼想，伊感觉伊的心内足挣扎的。伊讲我是安怎唔敢承认我是倒来做礼拜。所以伫顶几礼拜，伊就开始写回教会做礼拜。当然，伊安尼承认了后，伊会当听到一寡两言两语啦吼。但是伊感觉家己足喜乐的，伊伫人的面头前承认上帝，伊伫人的面头前尊重上帝。上帝讲尊重我的，我就尊重伊。这个见证，互我想起几年前，一个甲你读同学校，甲你参加球队，但是我毋知你有同款的球队无？一个青年，伊嘛捌做过这种的见证。这个青年，伊礼拜日一定倒来做礼拜。伊毋捌参加球，伊礼拜日教练要练的时间，伊拢毋捌参加，所以这个教练对伊无欢喜，互伊坐冷板凳。要比赛的时阵，拢无互伊去咧比赛。啊，伊就要参加球队啊，礼拜日就要倒来因教会做礼拜好啊，你就踮咧遐坐就好。有一日人数无够，迄教练无法度讲，啊无你去咧。伊去咧拍了，迄个教练惊者，我看啊，这都规队上后拍的咧。迄教练才知影毋对。后来迄个教练甲伊讲：“哇，你的上帝佫真牛呢吼！你礼拜日拢无练，你佫拍比人较好。”你遐弟姊妹，这是咱的青年，伫上寒寒冷的暗暝。伊讲出来伊的心路的历程，伊的顶一代嘛，共款一个大哥哥安尼做。我要甲恁讲，安尼做的，恁拢得到大大的祝福。上帝对咱的保证，甲我亲密的人，我要互你得平安，得到福气。敬畏我的人，仰望我的人，我目睭拢是看伊。我要抱伊条条，我要祝福伊，我要甲伊同在。上帝嘛甲咱讲，
尊重我的，我要尊重伊；藐视我的，伊要受看轻。那么兄弟姊妹，咱爱紧紧把握。我真爱这句话，咱必须要尊重咱的上帝。我嘛真爱天主教的圣经所写的，伊讲只有那光荣我的，我才光荣他。你的生命若要得到荣耀，你必须要荣耀，先荣耀你的上帝。你的上帝才会当互你得到荣耀。咱兄弟姊妹，真感谢上帝，互咱的细囝得到这款的把握，得到这款的信仰的经验。因抓条是一个真正确的生活的态度，甲生活的方法，甲上帝亲密，就是基督徒上界正确的生活的方法甲态度。咱兄弟姊妹，我要甲倒转来约伯记22章21节，这个圣经才是约伯伊失去所有一切，伊规身躯阁生烂粒啊的时阵，伊的朋友来甲伊讲的，因为你要甲上帝和好。其实艰苦的时阵，检查有人拢会安尼甲咱讲吼。啊！你得爱我靠上帝，我得足艰苦的啊！啊，上帝较会互我安宁。艰苦过的人，拢知迄个心情。迄个时阵，约伯有一个态度，是我家己咧艰苦的时阵，我超找到的。咱伫新的一年，要用甲上帝更较亲密这个来立志做咱生活的态度，咱必然卖经验着这款的代志。约伯甲伊的朋友回答讲，伊讲我当行，遐无上帝；我使去，上帝无伫遐。我南要去看上帝，看袂着；我北要见上帝，见袂着。总是这个代志经过了后，上帝伊要互我亲像真的金落伫火土内底，锻炼了安那，更较顺。更较水，更较金，这是约伯的信仰。两位兄弟姊妹，两位兄弟姊妹，检彩这个礼拜了，恁立志，我要甲上帝更较亲密。但是你的心着急，你讲，迄个平安伫倒，迄个祝福伫倒，请咱会记得约伯这个回答，虽然我拢无看到，但是上帝必然会互我那亲像真金落火土。咱兄弟姊妹，要甲上帝亲密，有4个生活的习惯甲态度，咱必须爱有。这个4个生活的习惯甲态度，我讲几啊摆啊。我讲几啊摆啊，咱过来复习一下。记载伫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这4个生活态度是每一个基督徒逐日拢爱去想着，追求良善，追求良善吼，天主教的圣经吼，足水的。因为我最近足爱读天主教的圣经，圣经的版本吼。翻译拢无啥物共款，你会当练习对咱读和合本、中文译本、英语的，你若咧读原文嘛是会使的，还是去看天主教的圣经，追求良善，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上帝。
这是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4个生活的习惯。天主教圣经追求良善、翻译，甲好诱我来，甲好诱我来，甲你四周围好的物件诱我来。各位兄弟姊妹，咱爱会晓将好的物件诱来咱的身躯边，甲遐无好的物件呐，甲伊澹掉，亲像咧大扫除安尼，无简单呢，无简单哦。因为你要将你心内遐无好的物件澹掉，哪亲像咧烫壳咧呢？无简单。但是上帝讲，照着这4项的功课，咱有法度安那，甲伊亲密，搁较亲密，搁较亲密，直到咱甲伊见面的迄日。上帝是看到咱就讲，你来了，我在等你。安尼毋是足幸福的吗？爱记咧这4个功课，将好诱来咱的身躯边，常常心爱欢喜，祈祷无错，一直祈祷，凡事感谢上帝。这种是咱基督徒上界基本的功课。咱若袂记咧，咱甲写咧，亲像千玉，伊为着要演迄出戏，甲剧本搭伫伊的浴室。我相信伊的浴室内底嘛有便所啦，啊，是毋是连咧上厕所都爱哪看呢？吼，哪背？咱嘛甲这4个金句吼，咱甲伊藏咧。放伫咱逐4月看会到的所在，常常会记咧安尼生活。最后，我要甲一个真福气的生活的态度送予咱各位兄弟姊妹。新的一年，牧师要送你做礼物。你逐早起困醒，你拢创啥物？你用牧师刷牙洗脸啊？每个人都知道，哦，若装牧师是先啉咖啡啦吼。你逐日困醒创啥？你困醒目睭闭金的时阵，你倒伫面床顶，你会当真欢喜讲：哎呀，上帝啊，今日阁是新的一日，你互我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今日我要阁甲你领受。新的恩典，新的怜悯，然后我要勇敢出去面对我的工课，我爱做的代志，因为我知，当我安尼领受的时阵，你已经做我及时的帮衬。少年囡仔听无及时，就是随时的帮助。上帝应允咱的。要做咱每一时每一刻的帮助，你的爸爸妈妈嘛做袂到安尼。这圣经在太遐尼水咧，咱大家过来看一遍。每一日天光目睭擘开的时，咱就甲上帝讲：听我的上帝，我要好胆就近稳定的宝座前，我要领受你的怜悯。我要得到你的恩典，做我今仔日及时的帮衬。上帝恩典仁慈，每一日拢是新的，绝对互你用袂了。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你爱阮，甲你较亲密。你爱阮，用阮的表现，互你看见，互你听通。你爱阮，尊重你。你爱阮，每一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你的恩典怜悯。
你爱阮，将阮当作你的宝贝，你随时随刻拢伫阮的身躯边咧帮助阮。主，阮感谢你，阮要将你的应允深深刻伫阮的生命内底。阮要安尼领受，阮的一生要伫你的平安福气的内面。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